咱来新闻报告呢，咱讲虽然咱讲迄个台上迄个3分钟台下10年功，会当讲要听成即个讲台讲台哩，还是无简单啊。所以咱会当坐大家较听过前面的，甲咱报告了分享较较侪的迄个性命先或者即个道理咱讲是非常的幸福那无较呢今仔日咱上的就是对迄个17种大顺利大校嘛大校长甲有印章甲迄个大校长，透过咱即个爱讲文字，那拢是咧真侪讲到咱即个孝道咱即个孝道讲要孝德传家就是讲即个孝道呢会当讲是对有分小孝、中孝、大孝嘛咱就会使讲司马讲。那小孝就是讲，咱尤其包括咱就讲，伊孝咱是咱对咱有份迄个亲属情嘛，就是讲咱会咱对咱的家庭当中的对咱的讲发着对家庭的当中的来实现，由此来推荐出去。那么呢，这咱讲是因为伊譬如讲即摆现在家庭，尤其像咱过节前嘛是讲，因咱即摆是第2班嘛咱讲是讲年岁咧，拢比较是已经较无遐少年啦所以尤其平常咱的是大人，也是讲算讲嘛是相当嘛，已经有诶可能嘛无伫诶，嘛是拢年纪拢真大，身体健康方面嘛是拢有拢是总伊咱若讲这机器人物嘛是会故障所以对身体方面嘛是有种的不方便嘛。那作为咱子女的人，要如何在就是讲会当家关心好，家关心照顾这是到底讲咱这个后天的一种的小孝那咱进一步就是咱对前面讲的讲会当立心明德，所以讲咱讲伊个在规章内底呢，伊讲伊呢运动有就是讲伊有辅助字、复数字嘛，所以伊会当读到迄个语音那么咱这是伊的就是讲姓名伊对世伊的因缘伊的因缘好，所以让伊才有法度读到迄个语音可是咱虽然有可能无达到迄个条件，毋过呢，咱嘛是会当讲非常幸运，会当进入咱道中来修法道，来学道。那么呢，这嘛是一个真希望咱嘛有迄个福报啦。咱更加一个就是讲，咱如果来当遇到咱的后代，会当来嘛是共款咱咧修法道，会当继承咱这个事业嘛。那么呢，咱讲，因为咱看咱的下头呢，咱王远师嘛讲着啦，因为咱如果咱若来要往咱这个道明道体，咱继续传承下去，就是要有新的，咱新的一代会当家己培养了，会当替咱世代传承，会当生生不息嘛，但是这拢是嘛是爱，这是了身体的教育，他会当坚持到底啦，他会当一直传承下去啦，这是较小小的报告因为在所发现所以如果若报告不只还是慢慢的所在，伫遮先下载可以咱前日在嘛书也可以前言的。